我係老年護理嘅中心，我自己決定由邊個提供服務，喺邊度服務同埋服務嘅時間。我可以喺我嘅老年護理服務商或者政府嘅 MyAgeCare 網站獲得我自己可以明白嘅資訊嚟幫我做決定。提供老年護理嘅人會聆聽我嘅需求同埋擔憂，俾我知道我可以獲得咩服務同埋回答我嘅問題。我同老年護理服務商以及員工討論我嘅護理目標，佢哋會同我一齊制定服務協議同埋護理計劃。我可以慢慢嚟，等我準備好先至做決定。我可以選擇登記一名支持者，幫我決定我嘅護理同埋解釋俾我聽，但要先得到我嘅同意。登記嘅支持者可以係你信任嘅人士，例如家人或者朋友。我可以尋求我信任嘅人幫我，就算佢哋唔係註冊嘅支持者。例如我可以揾 OPAN 一個老年護理代言人嚟幫我。就算登記咗嘅支持者，我都可以做一啲嘢。但如果我唔想或者唔需要註冊支持者，都冇問題，我可以自己做決定。呢個包括我嘅意願會得到提供老年護理服務嘅人嘅尊重，就算會令我承擔一定嘅風險。我以後可能會改變決定，但係我嘅服務商會幫我評估我嘅選擇。我嘅老年護理服務商同埋照顧我嘅人尊重我嘅權利以及我嘅身份。我嘅文化好重要，我嘅語言、信仰、飲食，我中意嘅活動、朋友同埋我嘅喜惡，都係我護理計劃討論嘅一部分。當我尋求老年護理服務以及支持嘅時候，我想繼續與我嘅人群、信仰、社區、飲食同國家保持聯繫。我嘅老年護理服務商以及照顧我嘅人會同我討論我嘅人生經歷，等我覺得安全、受歡迎同埋被包容。我同家人以及照顧者嘅關係要得到尊重。我嘅性別表達同埋性取向對我非常重要，係我身份嘅一部分。我唔想變老嘅時候要扮做其他人。我哋大家都應該可以安全生活，成為社區嘅一部分，同埋得到照顧我哋嘅人嘅尊重。我嘅私隱同我獲得護理嘅方式係我嘅選擇。我嘅老年護理服務商同埋支持員工會私底下同我討論我需要嘅服務。如果我想，我可以選擇同我登記嘅支持者溝通。我亦可以尋求家人、朋友或者來自 OPAN 嘅老年護理代言人嘅幫助，但係喺任何時候，我嘅護理決定係由我做嘅。喺我屋企，我永遠有權可以覺得自在，根據我嘅需要得到我要嘅護理同埋支持。我哋全部人嘅思考、談話同埋聆聽嘅方式都唔一樣。我嘅老年護理服務商會同我合作，用我想要嘅方式提供資料俾我。我嘅家人同埋支持者都會幫我評估以及考慮資訊。我會根據我嘅需求獲得我要嘅護理同埋支持。我對自己居住嘅地方覺得安全，我得到我所要嘅護理同支持，我可以來去自如。我嘅老年護理家居係乾淨企理嘅，我喺呢度覺得自在。我知道如果我有緊急情況或者我嘅健康出現風險，老年護理嘅員工會嚟幫我。我得到適合我嘅護理，老年護理員同我商量我要嘅服務同埋服務方式。呢個包括尊重我嘅意願，就算會令我承擔一定嘅風險。我知道自己要食邊種藥，同埋員工會喺度幫我。同埋我知道可以參加乜嘢活動，等我可以保持健康。我可以自己制定我嘅護理計劃同做決定。我喺住嘅地方會覺得安全，同埋可以獲得支持。我嘅生活由我決定。
請瀏覽 myagecare 網站。